市民拢是开即嘛当咧发展芳船运动。台东一个西班牙来到台湾的缘投仔兄，伊特别介意到台东山水风光，伫咧活水湖成立一个芳船的学校，引进西班牙囡仔耍的芳船，互世间囡仔拢会当动头壳，嘛会当了解正风的角度，用双手来驶船，互即项国际认证的运动会当伫咱台湾继续发展。 一只的芳船顶规棚，伫咧台中市活水湖顶悬摆几排，对西班牙来的教练小花，一个咧教小朋友驶芳船。因为完全无动力，敢若会当靠风力甲操作的机卡来将船刷顶动，不时阁会发生下着弄着，也是袂顶袂动的情形。经验丰富的小花，拢会真有耐心，遮的小学生动头脑学习利用风的角度，甲扭捏的双手，用技术来解决问题。对他们来说，总比在家里面一直看平板手机的好。我们还是一个岛国嘛，那就应该是一个水域活动很蓬勃的地方。中文讲得很好。对西班牙来的28岁小花，4年前来到台湾旅游了后，就爱着台东的好山好水。过去捌是芳船运动选手的伊，发现这项运动伫咧国内并无时行，所以来成立芳船的学校，一困进12只囡仔的芳船，要互这项伫咧国际顶悬互认可的运动，会当伫遮发展。台东的大自然就是很漂亮，对，大自然跟天气蛮适合玩帆船，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海的地方都适合玩帆船，没有什么特别好不好？为着无爱互宝岛台湾甲关押奖金的运动比赛来相闪新，要将台湾天然的海洋环境发挥效益，当作训练的场所。小花希望未来会当培养出真有水准的芳船运动员，伫咧海上乘风破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